嗨，我係葉天恩啊！呢度係葉天恩塔羅頻道。如果你係新嚟嘅話，請訂閱、讚好、分享同埋開小鈴鐺。當發布新內容嘅時候，你會收到通知。可以喺 comment 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同埋點解。每個禮拜我 free reading 詳情於下面，我永遠唔會向你發送信息，請提防詐騙，小心小心。我感謝每一位訂閱者或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謝謝 thank you。第五組來自你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先睇塔羅牌。哎呀，點解忽然間咳嘅呢？呢個人好多嘢想同你講，但係佢一直都唔知點解一面對你呢就啞咗或者開唔到口。但係佢想話俾你知，佢係好欣賞你。佢一見到你，佢就好想同你喺埋一齊，好想留你喺佢嘅身邊，好強烈地。而你嘅出現亦都令到佢改變咗好多，又或者你哋之間嘅相遇亦都改變咗彼此一啲觀念啦。At least 第四組你諗緊嘅呢個人嘅年紀可能係都幾成熟噶咯喎，有一定嘅社會地位或者職位，係一個高位嘅人啊。而佢過往有一啲不快嘅經歷啊，喺感情方面。所以佢就有啲躊躇，想唔想同你發展關係？佢有啲猶豫啊。雖然佢覺得你嘅出現係令到佢十分之有重現嗰種對感情嘅激情同埋衝動，但係佢覺得你哋係唔同國籍啊，或者唔同種族啊，又或者係唔同區域嘅人。又或者係同一個國家，但係唔同省份嘅人咯，即係嗰個距離係有啲遠嘅。第四組來自你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啊，佢本身係一個比較 practical 實際 down to earth 嘅一個人嚟嘅，而佢每一日仍然亦都係為咗一啲物質世界嘅嘢。當遇到你嘅時候，或者見到你嘅時候，佢會覺得哇！呢個世界忽然間〜處處都係玫瑰花咁樣樣，佢會突然間好想戀愛，可能佢係不分主義，或者係唔會擺感情喺第一位。佢忽然間覺得自己好似回到青少年嗰種想戀愛嘅衝動，或者遇到你就會有嗰一種感覺。久違了的激情嘅有啲咁嘅 feel。但係佢有啲過去嘅 issue 真係要處理，因為呢樣嘢令到佢真係好唔開心。有冇放低呢？佢係有放低，但係佢未療愈好啊！佢而家都仲係有一啲殘影喺佢心裡面。而你嘅出現呢，就令到呢個殘影呢就逐漸飛out。呢個佢唔知㗎嚇，你嚟睇就你知啦。總之佢越同你相處得耐咧，呢樣嘢咧就會越係會消散。你就係佢感情上面嘅靈藥啊！哇，十分之犀利啊！第五組，你令到佢可以欣賞你令佢重燃對愛情嘅憧憬。哇，好浪漫啫！佢想同你喺埋一齊時時刻刻，咁當然亦都係戀愛啦。呢個係佢真係好耐都未試過有呢一種衝動。可能佢平時係一個即係專注喺事業，或者係工作狂，或者係一啲總之對某一樣嘢好狂熱嘅一個人。突然間嗰個注意力就分散咗，集中喺你度。當遇到你嘅時候，好，我哋睇下色仔講咩先。係啊，真係心動得好緊要啊！佢冇錯，佢覺得真係你對佢係有一種非常之正面，即係你就係佢嘅救星一樣，喺感情方面嘅救星。哇！今次呢個主題真係好多人係喺度示愛啊！你係佢嘅月亮。佢擺你喺一個好高嘅位置呢一個人，而佢亦都會為你付出好多嘢嘅喎，尤其是實際物質嘅嘢。可能佢即係會同你一齊出街，會經常請客，請你食嘢，請你飲嘢，送禮物俾你。通常係呢一啲方面。
係好慷慨對於你，其他人我就唔知啦。第五組呢個人對你真係幾傾心啊，雖然佢有啲過往唔開心嘅嘢，但係遇到你同你一齊相處嘅時候呢，就會將呢一樣嘢呢無形中地僥倖到，你係佢感情上嘅靈藥啊！咁你就繼續同佢好好相處咯喎，第五組。呢一個就係第五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信息嘅解讀。多謝你收看葉天恩塔羅頻道，歡迎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多謝大家嘅 guys 同埋 angel， 祝你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多謝你嘅收看。Thank you for watching， 拜拜。Hi， 我係葉天恩啊，呢度葉天恩塔羅頻道。如果你係新嚟嘅話，請訂閱、讚好、分享同埋開小鈴鐺。當發布新內容嘅時候，你會收到通知。可以 comment 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同埋點解。每個禮拜我 free reading 詳情於下面，我永遠唔會向你發送信息，請提防詐騙，小心小心。我感謝每一位訂閱者或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謝謝 thank you。第六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先睇塔羅牌。哇，咩事呢？呢個人佢同佢內在溝通唔夠喎，可能佢而家表現呢，係對你幾熾熱啊！佢好想擁有你，但係呢，佢內心依然都仲有佢嘅 X 存在喎。我感覺到唔一定係佢牽掛住佢呢個前度嘅人，佢係仲有一啲前度留俾佢嘅 PTSD 嘅，呢樣嘢嚴重啲。連接佢內心啊，佢嘅 heart chakra 真係要多啲時間去 healing 啊！呢一 part 真係要。點解？因為佢覺得同你其實真係有一啲一見如故，有啲 past life connection 啊！呢度見到。佢係唔知點解好莫名想去照顧你，或者係總之好着緊你嘅，但係又唔知點解自己有時又會好似去否認呢一段關係咁樣，好矛盾啊！佢係一種逃避喜歡啊，即係越中意嘅時候呢，就越否認或者係逃避嘅，好得意啊佢。但佢對你係真係幾滿意喎，10分有9分啊！你係佢理想嘅伴侶。第六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訊息，而家佢心口不一啊，唔係心口，係佢講同佢內心係唔一樣。點解？就係因為頭先講佢未 healing 好嘅嘢喺佢內心，因為佢以前嘅前度俾佢留低一啲創傷，所以令到佢有咁嘅反應。如果第六組你係想同佢發展關係呢，你真係要等一等佢。而家佢唔係好穩定啊個 energy， 當然佢亦都唔會傷害你嘅，其實自己知道嘅喎，所以可能佢未進一步就係因為咁嘅情況。可能你都會覺得，咦佢其實係咪中意我㗎？點解佢咁嘅表現嘅？而家就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如果你係真係對佢有意思，亦都好喜歡佢嘅呢，咁你就俾啲時間佢，等一段時間咯，或者係趁呢段時間更加多了解，同埋俾佢了解你，即係有啲 lap time 啊，咁就唔會話一頭栽進去，然後先發覺大家相處唔嚟，咁就唔係咁好啦。好，我哋睇下色仔講咩先，有啲棘住咗啊！呢一個人第六組。不過佢係要啲時間，就好似解開個裂咁樣樣，係要啲時間。佢要同佢連接佢自己嘅內在，因為啲心口不一啊，內外不一啦，唔想講心口。係好快會諗得通㗎啦，放心，唔使等好耐。佢係啊，而家即係同佢內在係分離咗啊！佢要真係佢要啲勇氣，可能佢冇信心。亦都冇勇氣去再，我明白嘅，佢係好驚，佢好怕就再受傷多一次，因為嗰次真係實在太傷啦佢。但係佢對你真係好有熱情嘅，無論心理上、生理上同埋感情上，係有嘅，係有嘅，係有嘅，係有着嘅佢。因為你哋個底係有 past life connection 啊嘛，
只不過呢個前度嘅創傷令到佢內在有啲起伏不定啊。表現得令你無所適從啊。冇錯，你會覺得哇，我究竟係咩呢？而家喺呢段關係，你咁講我什麼都不是了，有啲咁嘅 feel。唔需要氣餒嘅第六組嚇，你就當觀望一陣先，亦都唔好向前，唔好向後，企喺度，企定你嘅立場 ，set 好你嘅 boundaries，唔好俾人傷害你先，保護自己嚇。你都要尊重佢，要俾啲時間佢，亦都要尊重自己，因為佢真係要啲時間。明白嘅，要面對恐懼係需要勇氣。佢係有喜歡你嘅心啊，同埋佢頭先都講咗啦，係真係要啲時間，但係真係唔會好耐。第六組你要俾啲耐性啦。呢個就係第六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嘅解讀。多謝你收看葉天恩塔羅頻道，歡迎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多謝大家嘅 guys 同埋 angel， 祝你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多謝你嘅收看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拜拜。Hi， 我係葉天恩啊，呢度葉天恩塔羅頻道。如果你係新嚟嘅話，請訂閱、讚好、分享同埋開小鈴鐺，當發布新內容嘅時候，你會收到通知。可以喺 comment 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同埋點解。每個禮拜我有 free reading， 詳情於下面。我永遠唔會向你發送信息，請提防詐騙，小心小心。我感謝每一位訂閱者或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謝謝 thank you。第七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先睇塔羅牌。哇，咩事呢？有啲被潑冷水 feel 喎，呢一個人，你諗緊嗰個人，佢認為你可能係佢嘅真命天子啊！但係而家佢要求原諒喎，係咪佢做咗啲咩令到你覺得唔開心呢？係需要療愈，可能佢講咗一啲嘢係傷咗你嘅心啊，又或者大家有啲一言不合啊，好傷，有啲有啲小吵 feel 喎。可能你哋有睇一件事，但係兩個人就唔同角度，而大家爭拗嘅點呢，就係點解佢唔企喺我邊，有呢個咁嘅感覺。第七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如果你哋係剛剛開始了解對方呢，可能佢就做咗啲嘢就冒犯到你，跟住就大家搞到不歡而散。而可能如果你哋係已經在交往中呢，佢就會覺得你哋之間唔夠親密啊，有啲咁嘅 feel， 可能做咗一啲事令到你覺得唔舒服、唔開心。我唔係咁嘅，我唔要呢樣嘢，有啲咁嘅 feel。所以你哋而家就啱啱有啲意見分歧啫。放心啦，第七組只要你祈請天使高我呢，好快事件呢就會圓滿地解決嘅啦。只不過大家係有啲意見上嘅不合啊，而佢亦都好想你原諒佢。如果佢真係好誠心咁樣向你道歉，你就不妨接受，而又聽下佢講咩啦。咁就唔好將佢拒諸門外。佢覺得你係佢嘅真命天子，佢好想靠近你。時時刻刻，佢因為佢真係幾中意你。而你哋兩個真係好合得嚟，好情投意合。但唔知點解去到某一個位呢，就佢踩中咗你嘅地雷啊！覺得係。而家佢就好想你原諒佢，因為佢好驚失去你，或者同你漸漸疏遠，因為佢真係唔係好想咁樣樣。所以而家佢就唔知點算好，就企咗喺度咯。其實同你有啲意見不合或者吵架嘅時候呢，其實佢都傷心嘅，即係可能你嘅反應就會比較大啲，但係佢都會好唔開心。點解？一來佢自己又傷心啦，二來佢會覺得點解好好地又會令到你唔開心啦，而佢自己又覺得
唔可以令到你開心，佢又唔開心啦，好多嘢，哇，好多，佢真係好在乎你。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咁多諗法。放心啦，第7組我哋睇下色仔講咩先。係啊，你哋係有啲問題出現咗，佢總之大家雙方係要，佢係想你原諒佢，係好明顯地，大家嘅關係突然間急轉直下，佢唔可以忍受睇住你走出佢嘅生命。哇！咁嚴重，你哋發生咗啲咩事呢？可能係誤會嚟嘅噃，你哋要溝通清楚，你要俾個機會大家各自解釋一下先。係嬲嘅，我明，係傷心嘅，係嘅，但係都要，當你平心靜氣，而佢主動求和嘅時候呢，大家就要攞出嚟講晒咯。無論結果係點都好，其實第7組你諗得呢個人揀得呢一組，證明你都在乎佢啦。如果唔係就唔會咁上心嘅。放心，祈請天使幫我幫咗啦，佢係會幫到你。你哋之間係有激情嘅，眼裏面係有對方嘅喎，只不過而家係有啲意見不合同埋有啲誤會咯。我相信你哋係可以解決到嘅，只要你祈請天使幫我幫咗。心平氣和。接受佢嘅道歉，或者你哋兩個只不過係唔同睇一件事唔同角度，因為有一啲小誤會而講咗一啲説話，令到彼此傷心嘅。咁你喺呢個時候真係要揾一個機會，好好同對方溝通一下，解釋清楚，冰釋前嫌啦。第7組冇問題嘅。呢一個就係第7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嘅解讀。多謝你收看葉天恩塔羅頻道，歡迎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多謝大家嘅介同埋 Angel， 祝你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多謝你嘅收看，謝謝你的觀看，Thank you for watching，拜拜。Hi， 我係葉天恩啊，呢度係葉天恩塔羅頻道。如果你係新嚟嘅話，請訂閱、讚好、分享同埋開小鈴鐺。當發布新內容嘅時候，你會收到通知。可以喺 comment 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同埋點解。每個禮拜我嘅 free reading 詳情於下面，我永遠唔會向你發送信息，請提防詐騙，小心。我感謝每一位訂閱者或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謝 thank you。第8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先睇塔羅牌。Last pile。第8組你諗嘅呢一個人好有嗰種激情同埋衝動啊，對你係好熱情，佢隻眼就係望住你嘅啫，亦都好想快啲同你進入呢個戀人嘅關係。同佢之間真係好有浪漫嘅氣氛啊！大家亦都好沉醉於一個氣圍裡面。咁有乜問題呢？就話天使話係 unlikely 啊，唔係太可能啲咩呢？你哋激情係有嘅喎，浪漫都有喎。長遠嚟講，可能真係唔係咁明朗。點解？因為呢一個你諗嘅人呢，佢而家呢一刻係想同你有一段好浪漫嘅回憶啫。簡單啲嚟講，第8組而家你諗嘅呢一個人，佢係好想同你喺埋一齊，但係長遠嚟講呢，佢未諗到。佢係好想同你享受呢一刻嘅愛情同埋歡愉啊！佢會好明確咁話俾你聽嘅。至於如果你想同佢發展長遠感情關係呢，佢就未必諗到咁長遠啦。而你而家都應該好陶醉同佢之間嘅互動啊，感覺到雖然未去到暈船嘅狀態，但你充斥住佢嘅腦海啊，佢真係想盡辦法去討好你，亦都呢個人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啊，想你成為佢嘅戀人啊。你見到呢度有啦，呢度係掂住，十分之厲害呢個人。第8組來自理想的人的愛情訊息，呢個人對你好有激情啊，亦都好滿意你。佢而家眼裏面呢，只有你，好想你快啲承認同佢
成為戀人嘅關係，因為 physical 比較傾向 physical 啊，生理上嘅喜歡啊，真係十分之強烈地，而佢亦都俾到好浪漫嘅氣氛俾你，亦都感受到，亦都好陶醉嘅喎你。但係呢個天使咧就話長遠嚟講咧就未必係好可能嘅，但係呢一刻係開心同埋浪漫嘅。我嚟睇下色仔有咩講先。係啊，你哋而家都仲係喺嗰種係粉紅泡泡啊，仲係嗰個階段，所以呢一段時間你係唔會係好清醒，陶醉呢一個狀態之中，你哋真係有啲真係幾水乳交融，可能已經有親密關係都唔定，就好似每日都綁埋一齊，大家捆綁住彼此一樣，而佢對你呢係志在必得嘅。而 unlikely 可能就係佢係一個活在當下嘅人，佢要及時行樂，佢唔會諗咁多長遠嘅嘢。所以如果第八組你係已經諗到好長遠，或者未諗到長遠呢，都冇問題嘅。咁喺呢一刻就享受你哋嘅愛情啦。呢一個就係第八組來自你想的人的愛情信息嘅解讀。多謝你收看葉天恩塔羅頻道，歡迎你盡量分享同埋留言。多謝大家嘅 guys 同埋 angel， 祝你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多謝你嘅收看，謝謝你的觀看，Thank you for watching，拜拜。